怕大家学去。那么我们一言九我认为古钟不是自己的，是中国的，是世界的，绝对必须要让大家知道。好，下面我们欢迎陈先生、陈永生先生上场。欢迎挑战者林斌、郑金城、郑寿刚为大家带上精彩的第3幕。完成赛组用水想再进行滑下哈，阿莱斯的加油啊，那波雷哈，掌声！感谢你们热情的表演啊，非常感谢啊！谢谢。也许大家还没弄清楚，全部都看完了，还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动作，都没学到是吧？好，大家好，要不要继续再看？好，那好声，现在人在哪里？好，满足大家要求。我们的团员再请示一下，欢迎郑志国、郑德辉部长为大家带来地主城的精彩的作业。来，掌声的鼓励啊，掌声的鼓励啊！这种平时太热了啊，那边记住给协会啊，这3人啊，这么辛苦，这么辛劳啊，这么热情的表演啊，非常感谢他们，我们还是以最热的掌声啊来欢呼啊，来鼓励他们。民众摇摆或推进，无蠢不进地上下场。也就是我们的拜出去的我们的自己好，掌声下一下，我们的团员都很疲劳了，还正在接近当地为大家带来精彩的。非常感谢哈啊，我们非常感谢啊，来自中国大陆啊福建省福州技术城协会啊所有成员啊，由我们陈作秘书长啊所率领啊这个技术城协会啊，非常高兴你们到。